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学客家话的时候喽！一定要微笑吗？一定要来微笑。今天我们要学的亲子对话呢，是要爸爸妈妈问小朋友说：“哎，你的什么东西有带了吗？”这句话，首先第一句，你的劳作有带了吗？叫做“娘的劳作有带到吗？”娘就是你的，来，娘哎，对，娘的劳作有带到吗？劳作就是劳作的作业，带到就是拿到的意思，带着的意思。娘的劳作有带到吗？再来，我们可以问，联络簿有没有带到呢？娘的联络簿有带到吗？联络簿就是联络簿的意思。再来，我们可以问车票有没有拿到呢？娘的车票有带到吗？娘的车票有带到吗？我们还可以问小朋友说，球鞋有没有带到？要上体育课，娘的球鞋有带到吗？娘的球鞋有带到吗？还有嘛该水壶有没有带到？免得渴死啦。娘的水壶有带到吗？水壶来念一次我听。念得很标准哈，水壶娘的水壶有带到吗？还有什么要带啊？便当对，娘不是便当，我们说饭袋便当，娘的饭袋有带到吗？记得哦，有带到吗？接下来呢，学伟老师要介绍阴客喜相逢的客家俗话，一举两得。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好笑哦。偶是隔夜乌，偶是隔夜乌，偶是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大号，这是偶是哈，大家最喜欢学这个了。偶是隔夜乌，隔就是合在一起，夜乌就是指挖芋头的意思。为什么的时候要顺便挖芋头呢？古代是户外的粪坑嘛，的时候呢，那个芋头的叶子啊，可以拿来当做现在的卫生纸的用处啦。然后啊，反正顺便一样，芋头就在旁边，就顺便挖一挖，完了还芋头带走了，嘿嘿，所以叫一举两得哦。好，那英文有一句话呢，叫做 kill two birds with the one stone， 一颗石头把两只鸟给打下来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石二鸟，一举两得，有意思吧？今天就学到这里咯。接下来我们要复习咯，来，嘴巴借徐老师一下，预备起来。娘的劳作有带到吗？娘的联络簿有带到吗？娘的车票有带到吗？娘的球鞋有带到吗？娘的水壶有带到吗？娘的饭袋有带到吗？好，再来，偶是隔夜乌 ，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。我是徐薇，徐梦妮，安子森，再见哦。